嗱，如果咧你個老闆突然之間問你呢啲咁嘅問題，究竟係咩意思？等我坐翻喺我個崗位度，慢慢同大家解答。第一，老闆突然之間問你係咪拍緊拖，你以為老闆喺度關心緊你嘅感情生活 ？No， 呢一句説話嘅潛台詞就係、你點解呢一排翻工成日都冇狀態，成日都睇電話玩電話？第二，如果你個老闆咧表情好複雜咁同你講，你嘅呢個方案太過有創意啊！我同你講，你真係冇開心得太早啊！你以為佢喺度讚緊你？呢一個係一個潛台詞，極有可能喺度講緊你嘅方案。花里胡哨，不落地，落唔到地，點做啊？你明唔明㗎？即係話你天馬行空。第三，如果你嘅老闆咧開會嗰陣時對大家講，你們暢所欲言啊，都分開嚟說，隨便說。呢個時候，你老虎都要拉埋個拉鏈，你真係冇天真咁樣認為老闆係真心嘅想聽你表達啊！佢嘅潛台詞係話，你哋按照我俾咗你嘅思路作為大前提，補充下啲細節同埋落地實操啲嘢。呢個時候你千祈唔好亂咁嚟啊！如果唔係，好容易明㗎啦。